今日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1年3月12號。今日的經文是詩篇107篇第1節到第3節，17到22節。但以理書12章第5節到13節。以弗所書第1章第7節到14節。今日要甲大家參考分享的是上帝的計劃。咱伫困境的中間，伫困難的中間，時常會去問一個問題，講要閣偌久啦吼？什麼時陣才會結束啦？結局是會安怎啦吼？牧師拄仔佇台灣安尼一個防疫隔離15天今昨暝的12點結束。今日來到佇朋友的厝佇這個所在，足濟人會問講，你佇個內底安怎啦？你安怎過啊？2禮拜安怎吼？當然啦，你若真正要用迄個算迄個饅頭的這種心情吼，你會真歹過啦吼。是講咱要安怎佇這中間來去實踐，還是講去思想信仰？我想迄嘛是真好的一個方式吼。當然，真濟人會提這個問題咧問的時陣，事實上，這個問題基本上無解啦吼。但是我即馬住的所在是路邊，但以理甲天使的對話中間，天使甲咱講，但以理安尼對這個但以理安尼講，但以理啊，你走吧，因為這個話要保密來防到佇末日。濟人將要去互洗清氣、潔淨、磨練，小人將繼續來做歹，因袂會領悟啦吼。只有聰明的人才會當領悟吼。較白話一點仔來講，就是講天使甲但以理講吼，你著免閣問啊，你加問嘛加問的吼。伊說是要保密到這末日啊，安尼講到永遠的啦吼。親像耶穌基督所講的，迄個日子、迄個時間，無人知，只有連囝嘛毋知吼，只有爸才知影。所以人只要佇這個家己的環境，佇死亡中間盡責來做好準備，盡心盡力做上帝的奴僕，做咱的工作。來敬拜服侍上帝無有其他的攪擾咱著要愛得到上帝的這個歡喜甲祝福啦吼。上帝計劃是拯救，毋是毀滅，這真清楚吼。親像咱之前就講到這個大水、大船同款昨昏咱有講到愛心存感謝。聖經一貫的應允就是上帝拯救。佇苦難中間的人，咱通啊藉着來安尼來學習，佫較倚近上帝來跟對伊。咱親像過去以色列人共款，因猶原安尼吼，照因家己的意思來行，對迄個無好的代志來活。天使甲但以理講，但以理啊，你走吧，因為這話要防密，一直到末日吼。濟人要去互洗清氣吼，這就真清楚啊嘛吼。伊講只有這個聰明的人才會當領悟啦吼。什麼款是聰明的人？什麼人有上帝聰明智慧呢？當然是照聖經所講的，是敬畏耶和華的人，誠心敬拜來聽候主的人要得着救。12節經文伊講，迄個忠心到底，過了1335天的人有福氣啊！到你但以理啊！忠心到底，直到你安息，到末日的時陣，你要閣活接受你的獎賞吼。其實這重點毋是迄個數字啦吼，毋是迄個數字，重點是忠心到底所以真濟人足想要知影未來，足想要看將來會安怎，所以真濟人佇咱台灣足濟人去相命。其實西方嘛有安尼習慣吼。想要去解運啦，去互人來號名啊，看運氣較無共款無吼。
来改名啦，等等遮个，你说足想要知影讲将来安怎，成知啦也想要改变。咱正着安尼来望会当改变咱的命运。其实牧师一直定定咧讲的讲，遐相命先啦，知影家己的将来伊就免伫遐共相命一届收几箍银安尼伊若会当改人的命运，是安怎伊无改家己的命运啦咱真诶掠做咱足有智慧、足有知识，知影要去操作种改变命运。但是种人其实是离即个上帝福气愈来愈远啦。最近呢，台湾因为欠水，中部的某一个宗教界的开始办即个祈雨的大会啦结果无拍算祈雨迄一天的头前中部以南落大雨呢。但是伫祈雨要开始的时阵雨煞停去我想这互咱留咧互咱家己想啦困境的中间，咱应该学习去找求上帝正确，也是讲找求正确的帮衬啦若无咱就会亲像台湾的俗语话讲，请鬼客药单啦你做毋着代志嘛即点特别着迄个好处各位毋通去讲什物蒙恩得救等等遮个有所书第1章第10节甲咱讲上帝的时机是到的时阵呢，伊就要完成伊的计划，就是互天使甲地上一切所受造就拢归属基督，掠伊做头。宇宙万物也要按照这个上帝计划来决定的来完成。上帝根据伊原始所定的旨意，才是耶稣基督拣选咱做伊的囝儿伊的旨意就是要爱咱遮的首先，甲望寄托伫基督的人，拢学了上帝的应要。所以意思就搁转来圣经迄个中心点，只有挖去基督的人才会当得救，只有一个拯救，无有别个基督耶稣是上帝所赏赐互咱的拯救的迄个心意，甲上帝的计划，互万民做伊的儿女，而且咱会当得到伊借着圣神所赏赐的应允。简单来讲，就是讲，基督徒伫困境的中间，爱亲像咱所面对的这个中共的武汉肺炎共款，咱来尽咱的本分做好保护咱常常会知影，就是讲，抑佫有一个人认为家己会当提供即种感冒化的即种疫情，但是事实上，这个病毒比感冒病毒佫较严重较济啦超过咱所会当理解。上帝计划中间人的同工是真重要的一个部分亲像摩西，亲像亲像约瑟这等等的人。最后，所共款要邀请咱做来思考咱呢？咱伫上帝计划中间，伫咱所拄着的困难中间，迄个拯救的代志，迄个应允，到底咱基督徒要扮演什么款的角色？咱是毋是真有伫这个角色顶悬扮演有适当啊无？这是咱来思考的部分啦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3月12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7篇第1节到第3节，第17到22节，但以理书12章第5到13节，以弗所书第1章第7到14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计划。我们身处在这个困境在苦难当中的人，我们时常会问一个问题是：到底还要多久？什么时候才会结束？结局会是如何？当然，很多的问题还会被提出来了就像牧师刚刚结束隔离的15天
昨天的半夜就可以出来自主管理哈。那就很多人会问啊，说，你在过去这14天，会不会很无聊啊？日子怎么过啊？有很多很多的这种问题跟关心啊哈。可是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存着那种数馒头的心态，那你就会很难过啊。一天不如一天啊，一天等过一天啊。但是你怎么样去尽责任，在这个几天当中，也去思想你跟上帝的关系，上帝的计划。当然，透过防疫的这个政策的计划，如何要保护台湾整个的大环境啊，那也都是我们要配合跟这个计划当中的这个成为一个很好的一部分了哈。事实上，刚刚所提到这些问题基本上是无解的啦。比如说，还要多久？就明明知道15天啊，那这个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明明就是15天之后就结束了啊。我们有很多时候是问那种没有解答或者没有答案的。比如说，但以理在跟天使的对话当中，天使告诉他说：“你不要问了，你走吧。你这些话根本就是要隐藏，然后到末日的，我们说永恒的。”那他说许多人将要被洗涤、洁净、磨练，邪恶的人将要继续作恶啊，然后他们不会领悟，只有聪明的人才会领悟。再讲白话一点，天使就是告诉但以理说：“你不用问了啦，问还是白问的哈，因为这个是保留封闭的，要直到末日。如同耶稣基督说的，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人们只需要在自己的环境，在生命当中尽责去做好全然的预备，然后尽心尽力的做一个上帝的仆人，敬拜服侍上帝，责无旁贷，没有旁骛，就必要蒙上帝的看顾与赐福。上帝的计划是拯救，不是毁灭，这是圣经里一贯一贯的一个信息跟应许。在苦难当中的人们可以借着学习更紧密的跟随上帝，不要如同过去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仍然我行我素，随恶而活。天使告诉但以理那个话，就是说这是要保密的许多人要被洗涤、洁净、磨练，意思就是说，他们当时候的人都不洁净嘛，都有罪嘛他说恶人将继续作恶，表示他们现在在作恶那他们不会领悟，只有聪明的人才会领悟。那什么样的人才有上帝的聪明智慧呢？当然是那个所谓的敬畏耶和华的人。圣经这样告诉我们也好几次要诚心的敬拜，要等候耶和华等候耶和华的必要得救，这是非常清楚的信息。那一些忠心到底过了1335天的人多么有福啦！至于你但以理你要忠心到底，直到你安息。但在末日的时候，你将复活，接受你的奖赏经文的重点千万不要放在数字1335天，经文的重点是在说要忠心到底，直到安息。如果这样子的时候，必得到复活的生命，得到奖赏。很多人都想知道未来，也希望透过知道未来想要去改变所以他们一直透过很多方法想要知道到底如何的。所以很多人去相命想要去解运所以让人家去命名然后是改名希望能够改运等等的这一些事情，基本上都是一个基础，就是想要知道未来如何，然后希望去控制改变可是问题是这样子，牧师常常提这个问题，
如果相命的人他知道将来如何，他为什么不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去帮人家改变命运呢？这些自以为非常聪明的人，以为可以去改变命运的人，其实他们已经离那个真正的福越来越远。最近因为台湾缺水，那就有一些所谓的宗教团体就出现了。中部有一个非常大的庙宇，他们就办了一个祈雨大会。祈雨的祭典还没有开始之前，中南部却下大雨了。那祈雨那一天呢，要开始之前呢，雨突然停了。其他的让大家自己来想了哈。在困境当中，我们更应该要学习去寻求正确的帮助，否则的话就会如同台湾话那种有一个俗语哈，他说请鬼拿药单了哈，一点都得不到好处，更不要说是蒙恩得救了哈。以弗所书第1章第10节的经文这样说：上帝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要完成计划，就是什么？就是上帝和地上一切被造的都归属基督，以他为首。宇宙万物都要按照上帝的计划和决定来完成。上帝根据他原始定下的旨意，借着基督拣选了我们做他的子民。他的旨意是要我们这些首先把希望寄托在基督的人，都颂赞上帝的荣耀。很清楚的，凡是信靠基督的人才能得救，别无拯救，只有一个，很清楚啊。耶稣基督是上帝所赐下来拯救的心意，也是上帝的计划，要使万民透过耶稣基督做他的儿女，并且要能够透过基督得到圣灵所赐的应许。那简单来说呢，基督徒在困境当中，我们所面对，比如说所面对的武汉肺炎啊，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啊，然后真的有聪明智慧的全然依靠基督嘛。那看到这几天加州整个疫情的起起伏伏，那我们就可以想见，就是说还是有一群人怎么样，以为自己可以抵抗这个感冒化的疫情，但是事实上这个病毒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强啊。上帝的拯救计划当中，人的同工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了哈，如同摩西，如同挪亚，如同约瑟一样。那最后牧师要邀请我们来思想，在上帝的拯救计划当中，我们的角色呢？我们的呼召呢？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我们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如何去扮演得当，扮演让上帝高兴？这是我们要思想的。